小维，王大哥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找我有事啊？也没什么事，我看大哥累了一宿了，怕打扰到你，所以就坐在这儿等着。我这就去给你打洗脸水。哎，不用了。小维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你不会是在这儿坐了一夜吧？也没有很久，反正小维也没有事儿，等多久都无妨的。小维啊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人伺候，梳洗这种事情我自己就可以，你不用这么辛苦的。可小维不觉得辛苦啊，小维不会武功，也没有家世，不能帮王大哥捉妖，也不能帮你分忧。如果小维再不能帮你做些简单的事情，那我岂不是太没用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没有欠我什么，你不用什么事情都为我考虑。王大哥，当日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彩雀，我们姐妹俩早就沦落街头，落入恶人之手了。而且这些日子，多亏王大哥对我悉心的照顾，小维的救急才能有所好转。所以王大哥对我的恩情，小维是结草衔环也无以为报。就让我照顾你吧，要不然，你让小维如何能够安心呢？那好吧，那就有劳了。那我这就去给你打水。好了。小维，你真是心灵手巧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如果王大哥愿意的话，小维愿意天天为王大哥梳洗。公主向来都是开朗自信，如今忧郁多愁起来，倒是添了几分西子柔弱之姿。嘴甜舌滑，我哪有什么柔弱可人呢？小维才是我见犹怜的西子美人。公主，我真不明白，那个小维姑娘再好，也不过是个平民女子啊，怎么能跟公主您相提并论呢？俗话说，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您可是金枝玉叶啊。如若真的喜欢王英公子的话，那不如就给他封官加爵，到时候他还能抗旨不成？那个时候，他的眼中也只有公主一个人，心自然就向着公主了。假以时日，便会日久生情，成其良缘。大哥，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。公主真是慧眼识英雄啊，难怪王大哥与你一结兄弟。放肆！小小民女也敢评论公主？巧儿，不得无礼。民女怎么了？王大哥也只是一介平民百姓，跟我姐姐正是门当户对。大胆！公主面前胡言乱语！你凶什么啊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若非姐姐善良大度，担心公主你心结未了，力劝王大哥回来，王大哥怎么会千里迢迢的回到京城来啊？姐姐凡事都为王大哥和公主考虑，不求公主相谢，但你也不能仗势欺人，与我姐姐相争，夺她所爱。你，彩雀姑娘，小薇和我相识以来，彼此相敬，我也从未以公主的身份相欺，你误会了。我会误会，还不是因为你侍女的一席话。没错，姐姐的身份是没有公主你尊贵，但她对王大哥是一片痴心。她身子柔弱，却随王大哥千里奔波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无微不至，不辞辛劳。姐姐凡事忍让大度，我这做妹妹的可不希望她因此受到欺负。巧儿只是随口说说，并非有心，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公主，你没有这么想是最好。其实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王大哥。旁人也许稀罕攀龙附凤之事，但王大哥不仅没有兴趣，反而还会排斥。天下男子谁不想鱼跃龙门？你又不是王公子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排斥？因为王大哥是个耿直重情之人，他有了我姐姐，便不会再看其他的女子，管她是金枝还是玉叶。
世间姻缘就该门当户对才般配，公主配王侯，平民配弱女。听闻公主你是金皇，或许不久之后便要和亲，到时候你贵为一族王后，身份尊贵至极，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从此一天一地再无交集。交集不交集，由不得你这个小女子在这里多嘴多舌。公主是不能像你姐姐那样，只对王大哥一个人痴心，因为她心怀大义，身负重任，为了让你们这些平民百姓免受战火涂炭，安居度日。她虽是花样之年的女子，却要比你姐姐承受更多的痛苦。别说是你，就是全天下的百姓，都没有资格说她。还有，王大哥不爱攀附权贵，但他忠心为国，与公主志同道合，此情此义，比那儿女私情要重上千百倍，岂是一个外人能比的？这个人真讨厌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他好像有点本事，还是不要惹他为妙。什么私情大义，本姑娘听不懂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公主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容忍一个小丫头在你面前放肆？我不想让大哥觉得我自恃公主身份，盛气凌人。这样的话，只会让大哥更加的疏远我。算了，我不会和他计较的。公主，你可以不论身份尊卑，大度不忌，但是不能让别人欺负，受这些委屈啊。佳儿姑娘，以后公主不愿意说的，你要替她说，别再让别人欺负她。是。姐姐，方才我本想戏弄郑吉，却见他身上有个短鞭，好像是辟邪的法器。听王大哥说，昨夜捉妖时遇见一对除妖师姐弟，那个短鞭就是那个叫庞郎的小子留下的，不知他们俩法力如何？庞郎，原来是他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见过一次。姐姐，你别担心啦，那个庞郎啊，不过是个半吊子而已。我在他面前戏耍了他半天，他都不知道我是妖，不足为患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记住，妖与除妖师是天敌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我知道了，姐姐就别担心我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对李靖动手，毕竟她是公主。若是她回了宫之后，真的听了那个巧儿所言，耍心机跟你抢王英，姐姐要下手就更难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会会那个半吊子除妖师。金光速显，助人符邪。金光符邪。傻子，哎，是你啊！上次别过，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呢。哎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啊！什么有缘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刚才见你一个人在喃喃自语，念什么法咒啊？哦，难道这周围有妖？要是有妖就好了。如今我跟我师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盘缠，本来还指望除妖能向衙门讨些赏金什么的，结果功亏一篑，连我除妖的法器都给弄丢了。那没了法器，你还能捉妖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是除妖师，只要有妖怪，我一闻就知道了。哦，
那现在你闻闻，这方圆几里内是否有妖啊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妖都不敢出没，都是夜里横行。姑娘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里很安全的。而且就算是有妖怪，我也会保护姑娘你的周全的。你自己都落魄成这样了，还想护我周全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自然是不能偷不能抢。本来是打算靠卖艺挣些钱，可我师姐说了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丢除妖师的脸面。都快饿死了，还要脸面干嘛？我看你那师姐啊，简直比你还呆。哦，要不我先给你些银两应一急，当做报答你之前请我吃饭。上次即使请你，说什么报答呀？而且我师姐说过，不能受嗟来之食，也不能欠人钱欠人情，所以姑娘的银子，我不能收。我说你们这两师姐弟还真是人间极品，到现在都没饿死，真是万幸。也罢，本姑娘今天就大发慈悲，帮你一次。跟我来。快啊！各位，这支金钗呢是从宫里来的，至少值100两。今天谁喝得过我，金钗就归他。但输的人就要出9钱5两。小姑娘好大口气啊！爷对这金钗可不感兴趣。如果你输了，让爷我亲一口如何？好啊，那就看你有什么本事赢本姑娘。彩雀姑娘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你不用这么帮我，万一输了，让他们占了便宜。放心吧，我彩雀可是千杯不醉，能喝过我的人恐怕还没投胎呢。这，都倒了，还有谁敢跟我赌啊？姑娘海量，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服了吧？这些个凡夫俗子还想跟我比？啊？莫非姑娘是天上的仙女下到凡间？仙女又怎么样？能活得比我彩雀快活吗？啊，这些银两够不够你用？啊，这是你赢的钱，我不能要。我师姐说过。你师姐说，你不要再师姐说了。你呀，难道要本姑娘白喝一肚子酒吗？这些钱你必须收下。